我係鍾祈峰啦，我係今屆立法會進出口功能界別嘅議員啦。咁其實講到我同進出口嘅淵源咧，要講返我同香港中華出口商會嘅緣分啦。咁我都加入咗商會超過10年，喺航運、喺報關、喺貿易等等，我都有相關經驗。做一個電商公司，去創立咗一個新媒體公司。咁所以我嗰個經驗上或者背景上係比較跨界別，但係每一樣嘢都同進出口非常相關，由電商啦、物流啦、倉儲啦、貿易啦等等呢一系列。咁去到宣誓，我哋擺1月1號啦，比較新嘅一個措施啦，即係代表住喺2026年第一日，我哋就要開工啦。你喺城大度都做講師啦，咁你包括咧仲喺中出口商會嘅會董嘅身份啦。對於你喺議會入邊咧睇政策或者係推動政策方面咧，你覺得有咩幫助咧？非常大嘅幫助，唔同嘅角色。因為咧，譬如我以喺城大任教為例啦，我教嘅科目係中國嘅營商環境。另一個題目我哋曾經教過係叫中國工商概論，關於我哋國家嘅成個經濟商業環境嘅變化，我都要更新一下我自己對於國家嘅嗰個經濟政策嘅知識。咁然後香港嘅角色定位，香港中華出口商會擔當會董嘅時候，咁我亦都係可以同進出口唔同嘅企業去了解同埋溝通，貼切到進出口企業嘅需求。我喺議會入邊咧，都希望推動到有一啲政府嘅資助資金，幫助本地企業進行一個數碼嘅一個培訓。我哋要揾到香港嘅一個供應鏈入邊一個重塑嘅角色，咁令到全球嘅一個貿易可以以香港重新作為一個中轉地，揾到一個新嘅定位，就係一個叫做再出發。